性嘅美容學院，始創於香港1995年，在加拿大溫哥華創建分校，為香港溫哥華培養成千上萬嘅美容精英，為溫哥華移民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，同埋開創生意嘅機會。美彩麗學院呢，就係發出咗好多學歷咧，係邊省認證，係邊省政府認證嘅。就嚟移民，一切重新起步，係女仔都中意靚，無論咩時勢，美容都會有市場。Joy Beauty 專業美容學校，由資深美容師授課，實戰經驗豐富，並提供實操同海外課程銜接，幫我踏出美麗事業第一步。